大家好，歡迎又返返嚟去個名頻道。今日又幫我哋玩黑暗嘅遊戲工具。而家開始。我琴日有玩嘅，佢有學佢班琴日嗰個，有解決革命。而咁樣講，應該我得要同我去填報。快啲！不能講我有會講，因為我要同一跟咗一個便宜。快啲！突然間到啦，有個廣告哦。但係這並不似遊戲咁簡單，聽個用一人一個指定網遊出現，其實居然叫安塞嘅唔代表警察喺度。我已經不自覺入咗自警度，我已經啱住俾到手筆，隔咗去，還是轉咗去，發咗去，後來佢叫我冇人哋就咁一把。冇鬼！平安啲吧。我個安全嘅人而家俾咗自由人哋好靠譜。呢個不用學嘅幾間，我要個玩啊！不知我不知。我幾個跑而家靠拍，冇特油版，冇。我慢慢嚟，我咪真係強啲。冇教我。特油版。特油版。個人嗰個啊，已經全部 A 加個 B 嘅人就公明正如決命歸 A， 啲人亦公明道命為簡直好高過格人對家。人哋講係為我記咁，不然佢會普通人特啲人哋冇好過原嘅開近佢後，啲人哋就會消失。因為我敬畏，冇乜嘢佢係預見嘅話，然後佢係親切57歲，我一成日嘅缺陷。我盲目嘅，但係如果人話個把高講係個，點解嘅噃？你講要嘅？聽人哋冇呃人。我都好驚㗎，個條講我不是讓他佢好共要我害我嘅人，我驚佢已經結，你幾間㗎？如果佢欺人嘅。我叫康永人樣，佢不自講要隔我嗰個人，有人同佢哋講隔，要我叫個隔要嗰個人，我要講。本來行嘅電視劇嗰個級我見有冇咁恐怖或者極人都不人知下佢哋，咁我還更加係。我未見過一隻買㗎。
拜知啦。我話唔係喎，喂，係咩意見？人哋幾日？一件工程，要計劃一個。2025年6月15日，今天嘅許堅恩列及咗佢生日。如今明年還能見到大家，希望大家一齊和許堅嘅高根。沒有及二人中任何一人都不是跟正月嘅。2025年7月9日，因為月依係落墨，眼睇佢一期呢個，我卻冇一支白白。2025年7月9日，嗰啲我買還知嘅佢有冇？我有一個沒有回來過。7月9日就玩住啲麻布，已經開始高咗咁多，有幾有8個人。有人又秘密嗎？因為懷疑小強半途，阿強梗係驚佢有不要回來。我見有門嘅一起被強一指嘅，已經係6個人，已經會還會係咩？仍然有個佢咁起有一指強4個人。佢記嘅發現不明叫佢巧回事，有人故意把他放喺企業人類機兒，肯定不是咁樣砍頭根，人哋人命關天，不人戰己不救。原來呢個氣氛有一件過，開明，我們有見面幾個願望，你同我呢個夜晚我仍然可以勁壓，我已經。反正把這個晚黑9點鐘，呢日晚價格一個門外講到，只要冇幾蚊tiền個人，以後叫人都愛，因為面嘅人講緊。乜時候回來？乜嘢嚟嘅？你佢有機會有一個冇。哦，冇嘅。今日係元月之夜。又諗住邊個？2026年6月今日朝頭早8點半，今日是佢今日佢生日，有冇啊？嗰次嗰個平靜嘅一天，佢有句不過。呢個佢你幾感覺安慰？大家不必高㗎，佢咁自然幾忙。你特訓眼前嘅活更加今晚都要變形幾堅，今日都唔知咩結尾，一個紅係咪面，冇望我有隻眼陣。你最高去嗰個月幾？自然幾忙，未必佢幾忙啊！你剛剛講咩？冇乜啊！我幫佢搞幾個國外人，我講出有幾個時間嘅地方，我冇北京嘅人，我唔係近，只係近咗咁多群子之一。前晚今日今日又麻煩啦，我知道我去，因為今日機場平日至佢今間生日，我一直冇報告你。我居然知道呢個係最後一個生日，晚晚我都答應你，你都幾間好感動。你期間係而家要咩願望？之後你我咁冇講位，你而家見照啦，得喎。我剛講佢有講嘅，雖然講多少。夜晚黑
夜晚黑8:15。嗰個全部個月係我唔知去九宮國慶，因為其他就會跟住講唔過7月嘅係1天。佢經一夜跟啲氣風浪人體急曲，佢係幫我微叫 AA 嘅心理係歡迎氣風，佢係眼前叫佢同意嘅跟七公無幾愛情，居然佢都幾咗又係要一個人體驗下恐怖故事，間接越氣溫越係要跟堂引堂又遠可機會加入。咩嗰幾日翻嚟我話佢傾家，只要跟我教佢明白，你慢慢行就冇飛嗰個，你可以跟嘅小學我哥哥去，我個5個公飛嘅，我喺度食好嘛？我蒙個普通鋪喺打工揾錢，呢個喺度經教計，我反正結局睇就係一下黑夢，嘅求業命運嘅轉折點。可能我係黑夢，哦，哈哈，你叫咩？叫咩？叫你見唔過啦！你幾個惡毒嘅人，我演技，又做嘢小學，我啱話小學，跟住有咁人小學。講過嘅呢個目標係批評人啦，小恨一高記一高，如果冇一高記咩？原來記格式係記跟住好勤眼嘅人8點半，原來記卡幾日要收回。佢冇快看小個跑去，個個咁樣就冇命。我睇下我個小老婆，係我快啲，我嗰個後背一高，我知鏡位角佢哋有目的，喺度屋企我屋企有內訌，好似佢聰明不聽話。我經過9日多，結果幾個人點？咪咁麼偏偏咁佢講咩嘢發生？咩撳唔到嘅？因為我遊戲都冇用，我見阿小姑啦，唔係喎，我明明講咁開槍㗎，捉佢，對不起，即係人哋扣字，目前人哋扣字預見嘅文然後跟住覺得冇得食。而我又學嘅3個人係我個課，我其實係佢講又唔係開卡，點解要俾我咁樣？跟住後面一講不講，你幾個明白？個課堅堅，第2天5點半，我傾冇其實9個班冇啊。都搞，嗰個意見都冇意見，佢冇強過，自己日子應該計，
我叫咩人咧？哇！咁幫啲，有一間有咩問題？有人有標記，嗰個可能區要監記，明白？已經一個無可管轄。我竟然發現9個句號啦，跟住有翻要個記號嘅時候，我講個遊戲，你講㗎？原來呢個 game， 我玩得擒到武器，點解應該擒到嘢器？特別，雖然背後嘅經驗好似有天花板，冇錯，跟住我知堅狗，我不人哋。你冇嘢喺度邊度？我把預計吸引隻紙巾。再繼續維持。今日嘅工具我哋個歌劇